AI 已經入咗你嘅生活，但你真係識用佢未？ Move to Learn 專登你整咗一套完整嘅 AI 普及課程，一共12堂課，分成5大單元，由零開始，教你識 AI，識用 AI。第一單元，認識 AI。AI 係乜嘢？佢識做乜？唔識做乜？原來佢一直喺你身邊，一共3堂。第二單元，生成式 AI 入門，教你點樣同 AI 傾偈、畫圖、寫嘢，仲有點樣問得聰明啲，一共3堂。第三單元，實戰應用，等 AI 幫你計劃旅行、修復舊相，做你嘅私人老師，一共2堂。第四單元，風險同思考，教你防騙案、分真假、保護私隱，仲有 AI 道德嘅大問題，一共2堂。第5單元，未來同畢業，睇下 AI 將來會點，銀髮族嘅機會，仲有溫馨嘅家庭互動，一共2堂。12堂課，有識 AI 到用晒，而家參加一齊出發。